到，开门！来了！妈妈咪呀！哎呀，你们都在家呢，都来快些，拿着们呢。凡凡呢？来，爷奶来了，让奶奶看看我这大孙子，哎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个是爷爷奶奶给你们买的巨型零食，这里边啊什么都有，什么鸭脖子呀、果干啊、果仁啊、小脆脆啊，反正是什么都有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哎，这好啊！谢谢爷爷奶奶。你们俩忙活什么呢？你们俩人做菜呢。哦，对了，文杰，爸你自己去啊。快，我也给你们啊买了点东西，拿着钙片。啊，这是钙片啊？是啊，文杰，想着吃啊。你买这么些钙片是让我们钙化还是怎么的？什么钙化呀？这也太多，这早点补钙，早点补钙，记着，省了骨质疏松。好，奶奶，你带这么多东西都没有用，你还不如给我带点喉糖呢。要喉糖干什么呀？嗓子哑了？是不是你妈你爸让你背课文背的呀？啊？是什么背课文啊？我要艺考了，音乐剧专业啊，以后在电视上都能看着我。艺考？什么艺考啊？就是艺术考试，我报的是音乐剧专业。艺考啊？音乐剧？对。圆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文杰？什么？他说他报什么艺考啊？艺考你还不懂，考艺术院校啊？对。什么戏剧学院、舞蹈学院、音乐学院，艺考。这高考这功课就够难的了，够让他们费劲的了，还考什么艺考啊？这多耽误他们的学习。这是两回事儿，艺考是艺考，高考是高考，这俩不冲突的。而且老师给他看了，说他这个有点天赋，我说让他试一试去。这方圆呐，啊，这件事情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啊！孩子以后干什么，长成什么样的人，都跟现在的角色都有很大的关系。哎，这你爸说的对，别想起一出是一出。怎么是想起一出是一出？我不刚说了吗？这俩不冲突，前面先考艺考，后边再考高考，考不上艺考照样考高考，知道吧？高考跟这艺考没啥关系，而且这老师给他看了，这个说的挺不错的。哎呀，当年呢，你非要去艺考，我不让你去，你非要去考，结果呢，没考上。现在呢，你又让凡凡去考。爸，这事咱得往回倒一倒。您当年我说艺考，您不让我考，考学法律去了。你看现在待业在家呢，对不对？还不如当年。这能怪你爸啊？真是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吗？不冲突。他该上课还上课，不影响学习，都是用课余时间去的，而且有老师给他辅导，不是瞎弄，知道吗？请老师了，请了一个舞蹈学院的老师，一个黑人跳舞跳特别好。那外教没有，妈你别听他的啊。那老师那学费贵不贵啊？不要钱，不贵，妈不贵。哪有不要钱的？这真是。老方啊，把咱们那钱拿出来吧。文杰啊，来，过来，拿着，干嘛呀？拿着，我不能拿，干嘛呀？听妈的啊！我告诉你，圆圆现在没工作，里里外外都是你这儿张罗着啊。妈和爸都看在眼里了，你拿着，合着这是我的辛苦费是吧，妈？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，去，没你的事，你别管，拿进去，拿着啊！我不拿，这拿什么拿？你看这孩子有钱，别闹，真的不拿。这孩子，你说你拿着，不拿，你交给我吧，交给你。那都多少钱？还有没有啊？去，您先坐。我问您一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你出门这么些钱干什么？你这不过年发压岁钱这是？啊，哪来的钱这是？你就甭管了，拿着吧。我这弄挺神秘。捡的。拾金不昧，你哪来的钱？你给我说带成现金干嘛呀？我和你爸呀，理财挣的。理财挣的？什么理财产品啊？啊，投资啊！对，投资。投资啊！你们俩还懂投资？投什么了？你给我说说，你投什么投资？你看这孩子啊，许你们年轻人投资啊，就不许我们这个老年人投资了。就你们懂啊？不是，没有不许你们老年人投资啊。这样啊，您给我长长见识啊，我也学习学习，怎么这么快速致富？您给我说您投什么了吧？其实也不叫什么投资哈，就是入股啊，集资。对，我和你张阿姨和王叔叔啊，
我们一起做的。您说您入股集资弄了一个什么公司啊？保健品。哦，投资保健品。嗯。哎，那刚才那些钙片是不是就你们投资你们弄的？对了，还有，我刚才这也是给你们带来的宝贝，你看看，这鞋垫儿、袜子。什么意思呀？投资什么服装厂啊？什么服装厂？你不懂。你们知道这个鞋垫吗？我不知道这个鞋垫好极了，是纳米技术，什么纳米元素，是不是？这一副鞋垫上有2万多个那个按摩点，我和你爸爸全都用上了，这对人身体啊可好呢。说那个什么激活什么来着？微循环，微循环啊，而且还排毒，排内脏里边的毒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晚上啊，如果你们睡觉的时候说这个脖子不舒服呀，可以搁在脖子底下，帮着你们治这个颈椎病。你等一会儿，您说这个还能治颈椎病？对呀，这治不治牙疼啊？啊，牙疼是我这样抽腮帮子，抽腮帮子是牙疼啊。没正经。哎，不是我没正经，妈，妈，从小是这样。你们俩平常跟家就除了就弄鞋垫、袜子这些东西，看不看电视啊？上网吗？有时间啊？看不看新闻？您不最喜欢看新闻联播了吗？你们看不看新闻最近？看呀。这是诈骗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妈，这一听就骗人的，这搞传销，你们是投了什么呀？到底你怎么信这个呀？你投多少钱啊？在哪儿投的？谁让你们投的呀？太不靠谱了，这啊个99%就是上当受骗100%就是诈骗这就是传销，电视上老播的。传销这骗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不可能！我跟你妈多大岁数了？吃的盐比他们吃的米还多，骗我们呢？放心吧啊，你们放心，我和你爸爸到那个公司啊实地考察过。对了，这个鞋垫是他们的新产品，已经马上报了什么专利啊，通过了 ISO 什么9001了是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们公司除了做这玩意儿还干嘛了？嘿，你说他不问我都忘了，还有一个叫什么火疗？火疗？对，火疗。你给我说说怎么火疗？奶奶带你们去体验一下啊！你们趴在床上，唰的一块湿的浴巾给你铺在背上，紧接着就点上了火了，呼的一下子。他们啊有那个金牌医生，然后他会帮着你啊看那个火苗，那个火苗跳得多高，什么颜色，你的身体里边就有什么样的毒，可准呐！你爸爸现在呀，每天都得去过火，不过火都不行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一过火呀，这腰板就觉得硬了啊，这脖子呢也觉得灵活了。哎，明儿奶奶带着你们俩人去啊！不是妈，我觉得吧，妈这样，他们俩呢先这么小，不急着赶紧拿火烧呢，好吧？到时候毛再给了了，好吧？懂什么呀？爸，您觉得特殊是吧？对啊，过火是不是觉得后背特别暖和、特别热，感觉那个经络都通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往上点一火，血液能不流通吗？哎，他是学财务的，我是学法律的，咱们家都是知识分子，咱怎么能上这当？这一看就是诈骗，什么过火呀？你电视不都演了吗？你们就受骗上当了。你这是100%的诈骗，你们投多少钱？你们要是就花了一点钱，投了个万把千的，这事过去了，咱就不报警了，要不然我们就报警去了。啊？没多少钱，没错，不是你到底是多少钱？到底投了多少钱啊？你说我和你爸，我们就这点退休金，能有多少钱呀？啊，一点点。哎呀，你们俩人放心吧，啊，不会的，这真金白银都在这儿摆着呢，下个月呀还有分红呢。对，他们说的。哎，来，凡凡，来，带着奶奶上你的屋去看看去。咱把那大包打开，看看里边有什么好吃的。来，快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快拿着这个包。哎呀，来，奶奶包给你们拆啊。你问问你妈，到底投多少钱？啊？不是这，我告诉你，能拿回来3万，一定投的不少。行，待会儿再问他。这些东西怎么能信啊？就是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
呀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进来吧。哎，我妈睡了吗？睡了。爸爸有个秘密想跟你说。你也有秘密？没事，说吧，爸。对，爸爸就是经常跟你聊天的维克特。你别生气，爸爸不是故意骗你。那会儿我刚回来，真的想和你多交流，但是又找不到好的方法，所以才请教了你舅舅和潘老师。但是爸爸呀，现在不想装了。维克特再好也是假的，也得隔着屏幕。现在你妈妈生病了，爸爸真的希望咱们俩能够更真诚的交流沟通，咱们俩一起帮着妈妈度过这个难关。其实我一直有隐约的感觉到，这个人就是你，但是我又希望是你，又害怕是你。你也挺不容易的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其实光头也挺帅的。又来干什么？有事没事啊？有事。宋倩，那个我要走了，把这个给你。什么呀？我们家门钥匙，我搬走了，以后就不打扰你们娘俩了，你跟英子也就别较劲了。要不要进去坐坐，和英子聊聊天什么的？英子在家啊，学习呢。不去了，别打扰孩子。你跟英子说，那房子里的乐高我都没拿走，都留着呢。她学累了想去玩就过去吧，但是钥匙放你这儿，你让她去就去，你不让去就不去。
你等等，为什么突然搬走啊？我的一点私事儿。我是按约好的时间出来的，书香雅苑到区政府。是啊，不是我家是住在516号楼啊。啊，不让停车你也不能走啊！你找个地方停下，我去找你都行。哎呀，不是你怎么言而无信呢你？哎，搬东西呢月儿啊？哎，我帮你吧。不，我给我妈送的东西，你不管了，不管了。哎，谁的车呀？这是怎么停这儿了？我的。你的车啊？哎，这儿不让停，你不知道？我说知道，赶紧开走啊！啊，马上，搬点东西，东西太沉，那搬东西太远了。这个啊，谁给你放进来的？啊，你们那保安给我开的地锁，是吗？哎，对，哎，我老公，你怎么把车放这了？哎呀妈呀！媳妇儿，我车东西装完了，你下来吧。啊，你们出发，咱们啊，不要着急。哎，胜利，这干嘛呢你？叫车呢？叫上了吗？叫不着，太难叫了，这个。你去哪？去单位啊？上班。那我送你吧，我顺路。行，来上车，来，谢谢。来，你上车吧。上，我给你把车先热着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凤儿，哎，麻烦你了啊！大早上叫个车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等会儿，上你们单位嘛？你是去单位对吧？对。啊，等会儿啊。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Siri， 我要到东风北路4号。 4号。4号，对。老季，我还有事儿想要问你呢。这资本市场啊很萧条啊，几乎都在重新洗牌。我们公司不是在做2轮融资吗？哎呦，这几个金融的朋友就说了，说这个共享经济的崩盘就是一夜之间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什么共享经济，这简直太坑人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我试了一下，跟网上退了押金。你知道我排队排多少号？排900多万号，900多万，我得排哪辈子900多万？哎，你们那有什么办法？给我们走走后门吧，299块钱呢。好的，好，注意重线。好，节奏，哎，注意节奏。怎么了？我想上个厕所。对，去，1分钟。这小子皮呀！你不觉得他可爱吗？是，像不像我？怎么着，你也来一段？不行，我这都老跟我。来一段吧。哎，你记得我原来转的挺好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哎，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原来能转3圈。还可以。真的吗？哎，我还记得咱们开学那会儿，那个迎新生，哎，你就坐在我前面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头发比现在长1倍吧，到腰了。对吧？我那个时候头发特别长，我特别喜欢长发，但是你知道太麻烦了，每天一摸我头发特别多，摸超级多，哎呦，真是实在是太难打理了，我每天光洗头发了，所以就讲，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自然卷吗？我这个发质不行啊，我这发质不行，不是那你现在为什么看不见呀？哪里这样？哎，回来啦！妈回来了。行，我先去写作业去了。啊，洗手啊，苹果给你放桌上了。好了，门带上。我手上这点事儿忙完啊。哎，今天要给出去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占用你5分钟。你说。我今天
接这个方一帆回来啊，路上我就琢磨了一事儿，这不交学费吗？我交了24000块钱，这还得上2月的课，估计还得差个4万块钱的学费。咱那老房子1个月房贷得交1万多块钱，咱一家4口的生活费里里外外1个月得小5万块钱。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算这笔账啊？你不用担心，我这马上奖金就会下来，这2轮结束以后，少不了有一笔费用啊。是，我倒没担心啊。我主要是觉得呢，多少就帮你分担一下。你能帮我分担什么呀？在满大街找工作去啊？工作肯定不能满大街找，是吧？工作呢，这靠缘分。有时候啊，脑子一开了窍，工作自然就来了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眼巴前就工作。哎，咱家现在不是有俩车吗？基本有辆车是闲着的。你现在自己也不怎么开车，你看每天啊，我接送你，接送方一帆参加艺考啊，准备这培训。我再加上什么出去超市买个菜啊，出去办个事儿啥的，等于我就算是半个司机了。我为什么不能就上滴滴那儿弄个网约车那个资质？你行不行啊？你别一想一出是一出的，你当什么司机啊？你能当司机吗？你能吗？我怎么不能？我就是老司机啊！我是真的，我真是老司机。你看我20年安全驾驶，我长得又厚道又敦实，给人安全感，人又正直。我再适合不过了，就做一网约车司机，开滴滴绝对适合我。不适合，我不同意。开车多辛苦啊，风吹日晒的，我怕你受不了这个罪。这有什么罪啊？再说我方圆什么苦受不了啊？啊，你不是老说哎，童文杰是什么洞庭湖上的麻雀，什么风浪都见过吗？你要是洞庭湖上的母麻雀，我就是洞庭湖上的公麻雀。真的，我除了能跟你比翼双飞之外，我还可以帮你负担一下，分担点家用，你觉得呢？不是，那你开车，那你能挣多少钱啊？那这个我都算过了，这钱其实不少呢。我跟你说，像我这样的，兼顾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，一个月我挣1万块钱，啊，1万块钱左右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方圆，你自己想好了，政法大学毕业，你就甘心当一司机啊？你甘心，我都不甘心。是，甘心肯定不是完全甘心啊，但现在不能只做心甘情愿的事儿吗？你说咱这家啊，说大也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是吧？一家4口，开销也不少，我不能把这家庭的负担都放在你一个人的肩上，不是？再者说了，开车怎么就风吹日晒了？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真的，我一边赚着钱，一边养着家，这多开心的事儿！我想象着我啊，行驶在北京的2环、3环、4环、5环上面，5环。五环，1比3。行了，特殊时期嘛，攻克时间嘛。你这么辛苦，不行，挺苦。真的，我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1比4环1环。你看，老夫也老了一纵横了。2018年12月的北京格外冷，数9才刚开始，却仿佛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冬。我好久没看见刘静了，但老纪这段时间有点反常，他们家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童文杰公司2轮融资，他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做报表。我知道他心里有压力，毕竟我们家就剩他一个劳动力了。我呢，做好家庭主妇，搞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也没闲着，这不申请了网约车司机，审批下来了。
宋倩说，老纪把洋洋送到他那儿补习之后，孩子特别用功，意识到高3时间紧迫了。要是凡凡能这样多好，我们也不用这么操心了。老乔呢，是搬走了。他跟我说，他是心甘情愿搬走的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走得不开心。可这点上，我挺佩服老乔，有担当，所以我也没挤兑他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可再难也得念。我开始了枯燥的司机生活，虽然没有机会再做法务，但家里2个要高考的孩子，能为家庭分担压力，我挺高兴的。还好方一凡争气，课上的很认真，也能吃苦。日子转眼就到了12月31号，这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。这是充满着回忆，也是满怀着动力的一天。过了今天，将进入2019，意味着我们这些高3家长和孩子们将一起跨入高考年，迎来真正的大考。这一天距离高考还有158天。你好，尾号567，欢迎乘车。您是到清河中街3号，好声音录音棚对吧？对。好嘞。哎，导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上车。麻烦您把安全带系上。好嘞。什么情况？请指示。哎，什么？得找一个会唱京剧的，《红灯记》。那个，咱是走高速啊，还是从下边走？要走那得走一段京藏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随便。好，我路熟。好，谢谢。导演，您听我跟您解释啊，您要是找圈里的老演员啊，那肯定成啊。这老演员会唱的多呀，但是咱们这个角色，他不是得要一个年轻的声吗？都年纪轻轻的，那哪会这个呀？更何况今天晚上又跨年夜，我人都不知道跟您上哪儿逮去。哎，别，导演，您甭着急啊。这样，您啊，踏实的去吃个饭，等吃完饭回来啊，我保证给您把人码到位，行吗？好嘞。哎，兄弟啊，怎么样，在哪儿嗨呢？哥这儿啊有一个急茬，有这么个戏啊，导演啊要求找一个会唱京剧的，《红灯记》。哎，当然成了，你唱歌那么好。对，就今天晚上啊。后天的肯定不成，要么说急茬呢。什么？晚上要赶飞机？你刚才不还说这跨年的吗？哎呀，那成。哎呀，怎么现在找一个配音演员这么难啊？哎，先生，听您这声音，哎，这好像在哪儿听过似的啊？您是配过音是不是？配过？哟，是吧？啊，您哪儿的够灵的呀？是不是？您是配过？对。我跟你说，您这搞文艺的，这搞配音的厉害啊！什么贯口是吧？啊，绕口令啊，1道黑2道黑3、4、5、6、7道黑8道9道10道黑，8北奔北坡，北坡往北跑，呵，这对你们来讲基本功啊，是吧？哎呦，是吧？听您这口条，您这嘴皮子可真够利索的啊！没，我没练，我就是贫，爱聊天。小时候喜欢这个听戏啊，泡戏园子呀，我还爱看话剧什么的。哎，那师傅，哎，听您的意思，您还会唱京剧？不，我那不叫会唱，我们就是瞎比划。就您刚说那个这《红灯记》啊，我小时候就老听我爸我妈他们唱，我就跟着哼，跟着学。里边那个零星喝马1碗酒，是不是？零星喝马1碗酒，是这个吧？啊，对。浑身是胆，雄赳的里个灯酒山射焰，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。会应酬小的，是不是这个？对，棒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您要说您不是同行啊，我都不信。喜欢。换句话说，您要是不干这行啊，我觉得都白瞎了，真的是吧？喜欢。我小时候就喜欢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打小就喜欢。哎呦，哎，师傅哦，您说，师傅，我有这么一建议。您说。等一会儿啊，咱到了地儿。您跟我直接到棚里，给我配上那么一段怎么样？哎呦，就我照你们这专业的我哪干得了？我跟着瞎起哄，票友，我瞎起哄可以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准成，就您刚才唱的，我听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师傅，今天这忙啊，还就得您帮我不成了。
说你这说的我这心里还直痒痒，我这挺兴奋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打小我就喜欢这文艺。我不瞒您说啊，我小时候啊最喜欢的就是听那电匣子，就是那个就是收音机啊。我每天晚上就听那电匣子，嘿，我就听这个电影录音剪辑。我最爱听就是这个上海电影译制片厂，邱岳峰、尚华啊、于鼎。我特喜欢邱岳峰，我老学的呢。就那个简爱、罗切斯特，那儿有人吗？是你吗？Jane， 是你吗？是不是这段？是不是这个？您看，这不巧了吗？啊！我跟您说，师傅，您这个配音处女秀啊，还就得交给我不成了。我真行啊！我真行，真行！放心吧，闹试试。走，师傅。明天就是新年了，让咱们的老大说上几句好不好？好，说两句。哎呀，今天啊是2018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我们公司的好日子啊。包总的基金呢领投了我们公司2轮融资圆满成功。哎呀，在这个市场的逆潮之下，我们公司能有这样的战绩，在座的各位那可是功不可没啊。尤其是文杰，哎，坐那儿，来，坐这边，坐这边。不，我坐这儿就可以。听我的，过来。那个，你让一下啊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很多次啊，我下班的时候，我都看到文杰是最后一个才下班的啊，那各种数据、各种报表，他做的是非常的细致。这次融资能够成功啊，头号功臣童文杰，大家鼓掌！哎，你就别坐下了。那个，下面有请财务部总监童文杰女士给大家讲两句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的提携，带领我们哈，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。然后。其实2轮融资成功真的是在座所有人的努力，每个 team 之间的紧密的配合，这么高的完成度。虽然2轮融资已经结束了，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所以2019我们还得再接再厉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后面的工作一样的出色完成啊！谢谢。童总还真是谦虚啊，就说这么两句。但是就像童总说的啊，我们虽然融资成功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战斗还得继续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呢，大家就好好放松放松，公司买单。来，不用，别，我告诉你，可算是看平常来了。干杯！今天要点最贵的酒，还得再敬你一杯。来去唱歌呀！老大，公司就要上市了，咱们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规划吗？有。啊，都是什么？那个，我方便一下，回来接着跟你聊哈。好，我等你。看到了吗？这2个人前后脚就出去了，肯定是傍上大腿了，要不然也会这么快升为总监，真不要脸的，拖家带口算什么？会。
我一跳！你上厕所了？不，我找你啊，有点事儿。哦，那我们外边说不说去？外边太闹了，这儿安静来了。哎，很快，几句话就说完了，几句话说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次你给公司立了大功了。公司决定啊，下周呢，请那个包总他们团队啊到海南去开会，然后再商谈一下具体的这个融资细节问题。公司这边呢，我替你啊打了个申请，然后让你跟着我，咱们2个去。我知道你在北京啊，这个有点放不开，是不是啊？有顾虑，老公孩子都在。到海南，是吧？放松。若文，你自重啊！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你？若文，我跟你说，你业务能力这么强啊！你业务能力这么强，我跟你说，你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就看你自己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公司上市之后 ，CFO 就是你了。你想不想？若文，你松手！你想当2把手，那就是我一句话的事，你怎么想不明白呢？干什么？若文，我叫人了！我喜欢你。文杰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我一直以为是童文杰勾引的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渣，孩子他妈你都不放过。若文，我告诉你，我回去就写材料，你等着被公司开除吧你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整我呀？你还弄了点儿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再造次，你不老老实实的，我先开了你！不信走着瞧。你们中有很多的人都跟着我上过战场，而他们有的没能回来。我没有一天不为这件事情感到懊悔自责。如果你们有人要骂我，我就痛痛快快的让你们骂。但是老子相信一句话：天下没有打不破的保卫权。兄弟们，待我集结号一响，扛起枪，跟我冲呀！好的啊，那个是这样啊，这个冲啊，您连说3遍，好吧？因为我在别的画面里要用啊。就冲啊，是吧？就冲啊，就2个字。好，来，开始。等会我先喝口水，大爷，稍等一下啊。好了吧？不用对这个是吧？啊，不用，你就连着3遍啊。好嘞，冲啊，来，开始。跟我一起冲呀！冲呀！冲呀！挺好的啊，您休息一下。可以了。好了，休息一下啊。挺好的。那个，我们把下一段调出来，对一下啊。我去个卫生间。导演，杨导，可以吗？刚才挺好的。谢谢你。行，那你们聊啊。好，来，谢谢陆医师，谢谢啊，谢谢老师。还行啊。哟，你们这行不容易啊！这我以为进来说2遍就得，这好歹说多少遍？光这冲呀冲这800回，但是挺过瘾，这有意思。哲哥，不容易。刚才您配的真的已经很棒了。我前面这唱啊，我觉得我还行，那嗓子可能唱这个声啊，跟说话声不一样，说话也还行，就后边一喊冲呀，没，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完美 ，perfect， 您满意就行，满意就行，导演满意就行，导演满意。这今儿真是缘分，这太有意思了。我这可能还得练这发声方法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考过那个北广啊。嗨，
坐车的时候您不是说过吗？是我跟你说过，对，我觉得这有意思，这是。是。哎，对了，岳哥，今儿大跨年呢，那个嫂子还在等您呢嘛。我这就不多留您了啊。那个，回去了。哎，岳哥，这还真给钱？哎呀，当然了，必须给钱。能靠声音吃饭，那可都是祖师爷赏饭吃。哦，这还有那个，聊一下，您呐给我签一个字，好嘞，收据。哇塞，1000块钱啊！哦，好家伙，这赶上我2天车钱了，这太厉害了。哎，那是吧，导演，不是为钱啊，我真喜欢。您后边有什么机会，您就想着叫我来玩来。放心，岳哥，绝对没问题。哎，得嘞，好嘞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现在轿车不太好叫。啊，没有，您再出趟车，再给我送3里屯去，没问题，行吗？没问题。好嘞，谢谢岳哥。哎呀，再见啊，陆云老师。哎，再见啊，谢谢你，辛苦。再见，不会。